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知影，阮生命中有真侪惊吓，阮真惊阮的生命会变化，阮也真惊这个世界的变化。总是主，阮也相信，伫这个世界变化的内底，你拢要甲阮做伙伫地，因为安尼有你，阮就袂惊。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因为阮知你是听阮的主。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早伫1918年，就是距离咱现在已经差不多100几年前，卡巴特伊咧注解罗马书的时阵，伊咧写一本册《罗马书》的注解。伊就真敏感来体验到一项代志。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有可能对伊的时代来讲，叫做教会危机。所以伊将这段经文有一个title，伊这段伊就来写做教会危机。伊是安尼写，伊讲教会无论怎样。看家己偌厉害，身躯边拢是有一寡外邦人、青云人，总是有一寡懵懵渺渺、无追求义的人。总是因无追求义、上帝义，无的确因已经把握掉这个义，因对宗教。完全无兴趣，因为上帝早就对因有兴趣。因对咱喙内底上帝话无要听，因为因早就家己听到宣告上帝话。卡巴特直接指明当时欧洲的教会家己称作义迄款的骄傲。伊讲上帝话甲伊的听，早就毋是教会的专利。当人无需要来到教会听上帝话，这敢毋是教会危机吗？那安尼教会有啥物款存在价值的？伊咧问这个代志。这就亲像当彼得互人掠到犹太人议会面头前受审判。伊伫大祭司的面头前，互圣神感动，伊所见证所讲的。使徒行传第4章11到12节，拄好，甲咱今仔现在有类似的所在，咱做伙来读这段经在做伙来读来。伊就是圣经所讲，恁遮的起厝师傅所起杀的者，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耶稣以外，拢无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上帝无赐别的名，互咱通倚靠来得救。咱也知影当时犹太人的议会甲犹太人因真骄傲，因想讲，上帝拯救只有伫阮中间尔呢。结果彼得去到这个犹太人议会大祭司头的头前，去安尼讲。伊讲：恁毋信耶稣，将伊看做是互恁绊倒的石头，这就互恁离开上帝拯救，因为除伊以外，别个所在无拯救。所以，真侪时阵，教会危机是家己所造成的。当教会组织渐渐大。甚至社会影响力真大，人真多，就真容易家己掠做家己真牛，我是对的。甚至想要代替上帝审判、指正这个世界甲别人，却毋知影家己去行毋对的路。保罗是安尼讲，《罗马书》第9章30节，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咱要讲什么？外邦人无追求甲上帝建立合意的关系，却对神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迄个无追求，即字其实是甲腓立比书第3章13节迄个目标直走的迄字是同款的用词。所以保罗其实伫遮一开始就用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就是用终点做目标，专力来走的运动员。这个图像要对这受批的罗马教会兄弟姊妹，以及咱讲一项代志：外邦基督徒、外邦人。因原本性命所拍拼的方向甲目标，毋捌去追求摩西律法所要求的，因毋捌追求，总是因为相信，克服上帝称作义，克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司徒德牧师是安尼讲。伊讲用无追求上帝义来形容外邦人，是伤过看重因，因为大部分的外邦人毋若心内底无神，自我中心，家己偏行家己的路，搁爱家己、爱金钱、爱享受，却无爱上帝甲良善的代志，总是当因听到凭信心称义的福音，圣神伫因内面大大做工，因随时凭信心就领条这个救恩。罗马书第9章31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以色列人追求对律法，互上帝认定因做义人，反倒无得到。克兰菲德这位牧师，伊安尼认为，其实伫遮有一个字真特别，新若干嘛有真侪讨论。保罗特别用一个义的律法来形容上帝使以色列人妥拉，这妥拉咱通常来翻做律法，犹太律法。其实头拉原文的意思是教示，所以有当时我会感觉咱若理解做上帝教示，可能更较好。因咧追求头拉来成做因伫上帝面头前称义的目标，听有意思吼？头拉因要追求要遵守这个来。互因会当到尾伫上帝面头前，互上帝判无罪的目标。总是因的悲剧是，因虽然遮尔拍拼，总是安怎拍拼拢走袂得。就亲像司徒德牧师所讲的，因只有将托拉看作是必须要遵守的律法。罗马书第9章3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哪会安尼？因为因毋是对神，是对靠行为，因去踢着迄块互人绊倒的石绊倒。希腊文其实是因为因无本伫信心，是本伫行为。这个所在形式，文学形式其实是甲罗马书第1章的17节是相同款的。所以克兰菲德是咧诠释，假使以色列人是根据信心来追求上帝的教示，因一定有法度领受到，总是因误会，因掠做会当根据行为来找到，来走到迄个目标。达到迄个目标。既然以色列人无准备相信，
成做上帝托拉教士中上深意义的迄位基督，how有可能会当真正领受到上帝的教士、上帝的托拉呢？罗马书第9章3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圣经有安尼记载，看咧，我将互人绊倒的石，互人绊倒的大石，放伫锡安，信伊的人袂致到失望。保罗其实是用以赛亚书的2段经节，伊先因以赛亚书第8章14节，迄个互人绊倒的石，来将这个互人绊倒的石就放入去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以这已经是保罗的诠释啊。其实伫遮保罗咧诠释一项代志，就是一粒石头有2种特性。咱若踢着石头，是毋是有可能绊倒，对无？对嘛吼？伫路林，所以若有看到石头，有的人就来刷去边啊。总是石头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假使啦会当伫即粒石头顶头起做磐石，伫磐石顶头起做，迄个起做起来会真用。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引用先知的话，其实是咧讲这项代志，讲信伊的人，起坐伫顶头的人会当徛在无致到见效或是失望。伫新约的福音书甲教会书信内底，其实拢有引用着这段先知的话，将基督比喻做石头。咱会当参考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拢有这个记载，相款的吼。以及咱拄仔所读到的《使徒行传》第4章、《彼得前书》第2章第40到第60到第8节。所以近代神学家认为，初代教会的传统内底应该有一份关系石头的见证集，所以才会拢对这来讲。主耶稣基督是石头，所以这嘛影响到今仔日的教会咧讲，教会起坐是起坐伫磐石顶头。斯多德牧师是安尼讲，讲是安怎会有人会互十字架来绊倒咧？因为十字架要拍毁的是人的自我称义。假使来当我靠遵守律法来得到上帝面前义的身份，那安尼十字架就假的，就是假的。假使会当家己救家己，那安尼基督是安怎害得为咱死？上帝将这粒石头放伫每一个人的身躯边面前，所以每一个人拢爱决定怎样来看伊。只有2种可能，第一就是出力去踢石头，结果家己跋伫顶头，跋到要死；第二个就是信靠上帝，用伊做咱性命的石头，伫迄个顶头起做咱的人生。罗马书第10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兄弟姊妹。我的心热切毋忘，佮对上帝祈求的，就是以色列人会得到救。得到救，原文的意思就是进入救恩的意思。其实拢有共款，拢甲迄个追求有迄个共款的意思吼。进入救恩的意思。保罗为着家己的同胞会当进入救恩，热切不断向上帝来祈求。罗马书第10章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我会当为着因做证，因对上帝有热心，毋过毋是根据正确的了解。斯多德牧师是安尼形容，讲伫保罗信主以前，
对追求宗教的热情到一个固执的地步，甚至伊会去迫害基督徒，所以伊对伊的喙讲，以色列人的热心，毋是照正确的了解是真正的，因为伊亲身就是安尼。虽然犹太人的热心是真正的，总是因的热心有一个真致命的缺陷，就是无照上帝真正的本性来认捌伊。伫上关键的体会顶头有欠缺，至高因就亲像先知捌预言安尼讲，这其实是上帝对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伊讲啥？讲做伙来读以赛亚书第6章第9节，做伙来读来。你去甲即个子民讲，恁听搁听，毋过袂明白；恁看搁看，毋过袂了解。咱来知影以赛亚书第6章，这是啥物款的故事？先知听见上帝咧呼召讲，啥物人会当为阮去？啊，先知就自告奋勇讲，我伫遮，请找我。这是这个故事吼。头半段是安尼，先知以赛亚就答上帝讲：我伫遮呢，找我。结果上帝刷落来就讲一句话，换一句话来讲，上帝跟他大破一桶冷水的。啊，你去讲，不要紧，因听罔听，总是无法度明白；啊，看罔看，无法度了解。实际上，这个世间确实是安尼，咱讲罔讲，总是有当时啊，人却无法度明白，是安怎会安尼呢？罗马书第10章的第3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因无明白上帝的义，要用家己的方法。追求甲上帝建立合义的关系，煞无顺坦上帝互人成做义人的方法。加利文是安尼形容讲，这个人，请看因是怎样，因为因真凊彩的心来行毋着路，因为因想要立家己的义。也因为因对上帝义的目的生出愚妄的自信，咱爱留心注意，上帝义甲人的义是相相对立，上帝义甲人的义完全倒变，常时是互相对立，袂当做伙存在。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讲。毋是只有犹太人忽略正确的道路，因逼迫来选择错误的路。所有知影上帝义人有做会真自然去追求，互因得到上帝接纳的义，总是这种方法注定是行袂透。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顺服上帝。接受伊所赐的义，借着信耶稣基督，领受这份免费的礼物。罗马书第10章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其实基督已经完成律法的目的，互信的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希腊文虽然较接近。原文是较接近和合本，所以和合本的翻译就是咱顶头一字叫做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不过，这段经节伫这几世纪以来的诠释就有真侪争议，甚至捌互人理解做完全倒变的意义，因为总结
也是完成。其实这个 telos 这是希腊文 ，telos 这是希腊文，伫希腊文内底时常来解说做重点，听有意思吼？重点就是结局。所以历来就有观点认为，这会当理解做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叫做完成基督已经完成律法的目的。总是因为主捌安尼讲，咱来知影主耶稣捌安尼讲哦，伊捌伫马太福音第5章17节安尼讲，所以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吼，来做伙来读来。唔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也是先知的教示。我来唔是要废除，是要实现。所以，这学者就开始讨论啊，到底自己要翻译做重点。那基督是重点，那爱律法就是废除哦。听有意思吼？到底是废除，还是完成？也是实现，所以检采会当安尼讲，当律法行到上尾，伊完成呈现上帝公义的义阶段性的任务了后，刷落去就是基督呈现上帝主爱的义。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3章2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对律法，人才知什么是罪。咱来知，我多有解说过吼。Torah 这字其实迄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其实是 Torah 的意思。律法所以是上帝的教示。对上帝教示，对这已经成文的律法，人才知影家己。什么会叫做有罪？总是律法会当上罪，会当做的，只是安尼。上罪就是到安尼。总是伫律法以上的呢。所以罗马书第3章20节的 A 段，保罗才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是通过信。耶稣基督，你虽然遵守，总是你若无信，其实你行袂到迄个上尾要的目标。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咧对咱讲，人会当互上帝称义，到尾只有因为信。伫当时，就是这个，这是这个重点，也是目标。嘛用伫当时的运动比赛内底，迄个 telos 嘛指迄个比赛上尾的终点。所以保罗其实对头到尾，这段经文内底，对头到尾拢咧形容这个图像，就是一个信的人，就真像一个走的人，伫迄个跑道顶头咧走的人。问题是你若走唔到目标，你安怎走拢走袂到，安尼嘛无，你著白费工的啊！真热心无路用，只有遐信伊的人会进入去，就是达到去。就亲像俄国书丁伫伊的册内底安尼讲，伊讲。伫正路顶头摆骹来行，好过遐个伫毋对的路顶头全力来走的人。所以 C.S. 路易斯捌伫伊的广播节目内底，伊安尼讲：伊讲，假使你若坐毋着弯，头前行袂当，互你搁较接近你的终点。你想要去的所在，假使你行唔对路，进展的意思就是回头。
你有一条进展，就是回头行到正的路，哪早回头的人是上有进展的人。伫这条路顶头，你是上有进展的人。我认为 C.S. 路易斯伫遮所讲的，是悔改上简单，互人听有的讲法。什么会叫做悔改？悔改就是行毋对路，请你转弯 ，U-turn 的意思啊。其实悔改有这个真特别的意思，就是 U-turn， 行转去正路。卡巴特伫伊的册内底所讲的，亲像有言共款，来讲到一项代志，就是教会的危机甲骄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德国的基督教会就支持一个后来咱拢知影，伊是杀害几百万人的政权，造成真侪人的性命拄着伤害，造成国甲国中间、人甲人中间侪的踢口甲破碎。所以伫战后欧洲的教会甲基督徒就咧反省，是安怎会发生这种代志？是安怎德国的基督教会会无条件完全支持上时个对这个政权咧戆说，甚至透过安尼去伤害别人？所以当时真侪人做伙读到潘霍华牧师伫狱中的批内底，后来变做一本册。就是有人将伊狱中所写出来的批集做一本册，这本册叫做《狱中书简》。伊内底有一张批内底，伊就安尼问，伊问讲：咱阁有啥物款的路用无？伊这个批内底的咱，其实指的就是教会。教会有啥物款的路用？假使教会啦，安尼支持一个恐怖的政权，安尼教会有啥物款的路用？潘霍华是咧问讲，当教会无去见证基督，用基督做教会的主，去挖靠世俗、权力，挖靠利益，那安尼教会阁有啥物款的路用无？所以近代神学家就试要应答这个问题：教会有啥物款的路用？所以，咱会知影，近代神学家拢咧问讲，今仔日的教会应该生做啥物款？换一句话来讲，行毋对路就应该回头。这就是今仔日的教会，特别是欧洲的教会，以及这个世界的潮流，普世教会悔改的路径。大乘教会甲基督徒爱会记住家己是啥物货，所以教会是啥物货？圣经咧对咱讲，教会是先知，所以若是教会是先知，就应该伫咱的时代内底勇敢来讲出上帝话。圣经嘛咧讲，教会是祭司，教会甲基督徒是祭司，所以若安尼，教会甲基督徒就是带人甲上帝、甲人甲这个土地和好。上尾爱会记住，教会甲基督徒爱会记住一项代志，咱所见证的是上帝咧掌权，毋是人。上帝是迄个掌权者。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教会甲基督徒爱会记住，是听伊的声的人甲群体，毋是听这个执政掌权的有钱大头家的声。总是咱拢知影，咱来到一个时代，这个时代
是失去想象力的时代。真侪人无法度伫圣经内底看见上帝的应允，真侪人只想要追求看会到的神迹，来消除伊家己的紧张甲不安。教会嘛，因为安尼会失去焦点，咱的眼光就对上帝话甲圣餐散开。咱的眼光有时阵教会会指定义咱做偌侪事工，以及偌侪洗礼的人所带来的舞台。教会无定义灵魂的省察，只定义社交甲成就。这个时代的教会，真侪教会嘛将福音简单做课程、策略或是步调，却唔知影这个课程、策略甲步调，其实是只是要带人归信耶稣基督尔。所以，咱看起来真属灵新的名词，想要用来包装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看起来更较吸引人。门徒训练只定义这个领袖，却无讲顺教，看无家己。教会今仔日的教会强调真幸福的报道，总是却伤重视成功，将失败拢隔离伫教会外口。总是只要人的性命无换新，只要人的信用阁停留伫旧的教会观，就是旧的教会观，其实就是毋望要互咱这个教会底真侪人，咱的声较大，掠做这叫做起造上帝国。总是毋知影有当时啊，咱只是起造咱家己心目中的王国而已。有当时啊，这甚至造成压迫。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要咱所要爱的教会吗？头棒神学家布尼诺，伊讲了好，伊讲对教会上关键的问题，毋是教会是啥物，是教会为啥物来存在。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爱清楚知影，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存在，嘛因为耶稣基督，咱愿意成做奴仆来存在。因为耶稣基督，咱愿意成做奴仆，这个世间的奴仆来存在。换一句话来讲，耶稣基督若安尼对咱，检菜就毋是互咱绊倒的石，检菜就是咱通起坐伫顶头的石头。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假使咱若无法度成做一个高举性命甲包容的教会，咱的存在就无任何的意义。愿上帝奇妙恩典就甲咱做伙伫地，请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真正知影上帝，阮应该爱起坐伫你顶头。总是主赦免阮，阮也侪时阵想要起坐的，其实是家己的义，甲用家己眼光所看到的阳光。主求你赦免阮，帮助阮伫教会内底，互阮知影，阮是一个用你，因为你才存在的群体，帮助阮，互阮起坐伫你顶头，帮助阮知影，阮愿意因为你的关系，
成做服侍这个世间的奴仆。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